在咧新闻咧关心总统出门的消息，伊透早就去呢宜兰大兴的金安宫参拜，祈求国泰民安，并且表示讲，虽然最近有新增加案例，不过台湾整体疫情相对稳定，希望民众爱较接洗手咧，挂嘴安，唔免烦恼疫情。 大嘴食少年仔做70斤两个，总统蔡英文18号来宜兰巡礼，拜访超品70芳店，70和宜兰在地食材斗搭甲真麻，会当做几道料理，嘛互总统食甲真欢喜。 参观这产品，总统感觉真厉害，讲这物件显示台湾每一代创意，和台湾的产业愈来愈进步。啊，若搁较早进前，总统蔡英文都结束宜兰大兴金安宫的行程，伊伫咧地书顶讲，咱来甲医护人员加油赞声。对医务人员来讲，最大的支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戴口罩、勤洗手。台湾即摆状况算是真稳定。 总统蔡英文爱大家莫烦恼，面对疫情，咱大家一定拢爱做好防疫的工作。